美國聯儲局一如市場預期，連續5次會議按兵不動。主席沃什表明，致力達至通脹目標，冇任何妥協嘅空間。9月會唔會加息成為焦點所在。美國聯邦儲備局議息之後，一如預期維持利率喺3厘半至3厘75不變。至於本港3大發鈔行等，維持最優惠利率不變。美聯儲主席沃什立場偏鷹，話要致力達至2%通脹嘅目標，並冇任何妥協空間。市場關注9月會唔會重啟加息，同埋對本港樓市嘅影響。有按揭顧問認為，美國最後一次減息，本港銀行未有跟隨，相信最優惠利率短期仍然有空間維持不變。睇翻呢過去呢幾年嗰個利息週期咧，其實每次當美國加息咧，香港個最優惠利率增加咧都跟得慢嘅。咁但係相反嚟講，如果當美國減息咧，香港跟減係跟得快嘅。我估計咧未來都係會咁嘅，因為始終香港嗰個經濟同埋通脹嘅情況咧，目前嚟講咧仍然都可以支持較低個利息環境。咁但係咧，當美國咧如果可能加第2、第3次咧，咁香港始終都係個最優惠利率咧就會開始都係要跟加啦。至於同供樓相關嘅1個月期拆息，比起上個交易日跌1點子，報2.68厘。以目前主要銀行 H 按 H+1 厘3計，實際 H 按按息3厘98，繼續高過普遍封頂息3厘25。